这个立委又来了，黄伟哲立委。他们系紧张会当较健康。哟，他们系紧张的，大家拢较健康。啊，有甲报备啊，有甲讲啊，甲讲，有甲组长讲啊。哦，我唔爱先烦恼，较会较健康。宋城，宋岳，岳仲，安和之本县官，本县官，裴记官就位。我一回家。哎，外国人呢？长不同，一空
后张后头，会呀，剑将张住，四剑五剑六剑。三后四后五后六后头，七剑八剑九剑八后头，七后八后九后头，坐看中。位。要注意，见到哦，见到哦。啊，伊甲上讲啊，伊有甲上讲。全体肃立啊！面向中央走道，全体恭送迎灵上帝，诸天神圣，及万千菩萨，行5鞠躬礼，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，4鞠躬，5鞠躬。祭天礼仪的文化，所讲究的是庄严华朴的精神，是古人列三才之一，应效法天之无不从，法地之无不执才，居人行义，非己双运，并
一的完美境界，使之成为典范。也就是今天，我们举行纪念祈福大典的精神所在。我这歌曲很。各位来宾，由于大家的参与，使得今天的纪念大典更加隆重圆满。感恩慈悲。今天万民纪念祈福大典就在